踏入2015年，真理浸信會雍基堂秉承住一心一意、彼此相合嘅主題，展開教會事工新一頁。而家等我哋聽下麥志平傳道介紹下教會嘅事工特色啊！感謝上帝咧保守我哋雍基堂。今年咧我哋開始咗家庭學堂啦，咁其實係一個主日學嚟嘅。不過就讓家長咧、新朋友都可以參與個主日學，咁啊1個月1次。就咁其實睇翻都俾到弟兄姊妹同好多新朋友有互動啦。咁新朋友亦都可以學習多啲資訊啊，關於聖經嘅知識啊，或者健康嘅方面嘅知識嘅。咁其實都係一個平台。好感恩啦，幼稚園同我哋嘅配搭啦，都係見到神恩典嘅。咁至於喺少年軍啦，同埋喺兒童工作上邊咧，我哋見到寶寶咧好多小朋友翻嚟啦，咁亦都開始多咗家長會投入嘅。咁少年軍啦，希望多啲導師啦，真係等大家冇咁辛苦啊！希望多啲新力軍一齊嚟服侍上帝。好多謝。感謝神一直嘅看顧同埋保守雍基堂，建立教會，興起弟兄姊妹。2015年我哋仲有各項使命，仍需努力。感謝你為我哋祈禱，讓我哋一同以一心一意、彼此相合嘅精神，開展上帝嘅教會。